是啥物啊？比亚夫。所以比亚夫甲米茶敢有啥物无共款？比亚夫是臭米。啊，米茶是米粉。头家恁拢咧讲啥？我拢讲他来话。大家来到家己的铺子，就爱食上营养的古早味。听别人讲，听到嘣一声就会当食到安尼。不过这嘣一声到底是啥物呢？有咧蹦啊，有咧蹦啊！咱赶紧去看卖咧。要蹦啊！该蹦啊，要蹦啊！我是仙女。哇！足香的呢，有皮条啊！头家你好。贝贝。哦。香啊！头家这是啥物啊？比亚夫。所以比亚夫甲米茶敢有啥物无共款？比亚夫是臭米。啊，米茶是米粉。不过我看内面啊，有足侪项看起来无共款的物件，总共有几项啊？这22项。这内底有22项，啊是为虾米当初想要用这22项落去做？较早有一个，刚刚讲话做一个避风啦。避风。应用的，啊是想用煮的啦。把你22项，当时咧煮就爱分开煮。是，足久的。啊尾啊因就讲叫咱咱放落做糊看卖啊，烧茶落去拉就好啊。即摆是要做啥物口味的22啊。啊，22味是爱一个一个落去放哦。豆仔类含豆仔类的。哦，内面做个豆仔的。啊，放落就会当食吗？你啊放起来熟的啊。好，要放啊！仙女来啊！真正是足香，敢袂当食？袂当食看，我等你这句话等足久的哦。食起来真正是有足天然的感觉。不过我想要知影讲，为什么爱用安尼蹦足大声的呢？我磨应该就好啊吧？啊无爱青啊。哦，就无熟啊。无熟啊。安尼用煮就好啊。啊用煮就废去，我放起来就熟的啊。我咱加做粉了，若烧茶咱就使落去啉啊。这真正是足香的，我即摆敢袂当试食的。一般是无了唔食啦。哎呦。啊那你就来啊。哎呀，看我遐高水袂使吗？我去食看卖啊。唔该，再去挖货。挖货是靠做米糊啊，安尼嘛在食，安尼是人在讲的米汤。哇，2楼。安尼。哇，那遐忝啊！我倒一遍就足忝的呢。哎呦，伊落了啊，伊就会架做糊，嘿，来架做糊。头家，你即摆咧创啥？地米啊！啊，你一包是偌重？斤多重？你这间店做偌久啊？我阿公的厝到即阵差不多10多啊。我拄则伫遐爆米香遐，徛伫边仔小气，真正是足热的呢。高人。对啊，啊你敢袂使？冷冻。你是冷冻？你敢冷冻啊？冷冻。多一点啊？多一点啊？嘿。真过来。啊，谢谢你，我听足好啉啊。烧哦。尴尬啦。这好啉咩？哦，足棒诶！不过我看恁家有写米零粉，米零粉甲米亚糊敢有啥物差别？米零粉是甲现做国语叫做米奶粉，米零粉、米亚糊、米糊，这拢有人咧讲。恁这栋敢有啥物行啊来的话？哦，我有听过有个人讲吼，金火冷灶，米心食会透。啊，阮的电刀片，阮是金火冷灶，米心大了透。像阮已经传第3代啊嘛，啊，其实这附近啊，足侪食阮米亚糊大汉的啊，甚至大汉啊，即马生囝啊，搁带囡仔转来怀念一下滋味。我今年20岁，我为今仔日开始啉，啊，我以后生囝，搁带我的囝来啉这杯。甚至你会使甲恁囝讲妈妈，较早啊是食地瓜米啊。嘿啊，我嘛伫遐地过咧。今仔日来遮，我才发现，这真正是一个足辛苦的行业的。因为我来遮，因就是一直咧无用哦。爆米香的人就是一直咧爆，炒米的炒米，啊，甚至伊的原料嘛是家己安尼夹去顶悬倒落，啊，伊爆米香一下嘛是真正足大声。你若是伊无法，要爆啊，你真正是会互伊带一条呢。
不过这人拢已经惯势啊，经过的时阵，可以当趁一个偏芳，所以我希望讲米仔花手艺会当继续传落去，互愈来愈侪人拢会当食到好食又个营养的米仔糊。来到新港，除了要来奉天宫拜拜以外，更想到啥物？无唔对，就是鸟车糖。用新港作为名字的新果阿妹，一定有伊特别的所在。只是有讲欢喜，该当食甜甜啊！行啊来上内行的阿家，要来去食糖啊！头家你好，头家这有够侪口味的呢。不过新港伊的台语有足侪讲法。是日本时代寻叫新歌阿妹。新歌阿妹。新歌是新港的意思，阿妹是糖啊。民国初年较会讲鸟翅仔糖。为什么叫鸟翅仔糖？因为哦，阮较早糖啊拢是规丸，所以讲要用镜头帽来去甲念。会牵丝。牵丝，因为是白个做的，啊，葡萄拿2粒目睭伫管顶，啊，佮有一甲牵丝的尾，所以讲叫鸟翅仔糖。我知影佮有一种讲法叫做香精润，是为什么啊？哦，这较早拢用一粒葡萄来去做的，啊，煮的伊的一粒，啊，伊的是一边一边，一瓣一瓣安尼。有2层。有2层，所以讲佮做成目睭，所以讲内面都有2层香精润。但是即马嘛是有人叫，但是阮会甲强调讲，这葡萄是较济的。不过因为我平常时无咧食这新果阿妹，想要请问，像我安尼年岁少年的米少女，通常拢食啥物？通常拢食梅仔口味较济。哦，有够幸福的。哦，纯甜纯甜。是。这原料是啥物啊？用米粉、糖，啊个白牙，啊个是阮梅山这的梅啊。在地，在地，阮这4种口味拢是在地。这葡萄是阮新港在地葡萄，啊个就特别嘛是这是用竹叶，这人参干巴落去做。哇！啊，保存是安怎保存？金刚糖用麦的糖做的，所以讲伊这袂使放冰箱。这种糖啊，拢会使放3个月，无放防腐剂，因为糖就是足甜的防腐剂。较早若是甜的时阵会使放到6个月。所以即马是有改良。有改良，煮较袂甜。伫阮这代开始。所以这间店是开足久啊。嘿，加上我做的话是几百档，阮的家族拢是做糖仔，啊个饼类的。阮阿公较早为13岁开始拉糖仔，我嘛是差不多这个时阵，对伫阿公的饼一步一步一手夹起来，啊拄好我体格拄好用，嘿，啊会使拌米粉，佫会使拉米粉，因为拉迄个物件，就若像咧做烂面团安尼，伊咧拉，马手就出来啊。即马咧做新果阿妹啊？对，无唔对。这是爱先用粉吗？或者先过臭米糊，啊，你来试看卖咧。啊，会使啊，可以，稍稍就会使啊。嘿，只要有过着粉，哎，我就摕过去哦。来，好少年头家。这烤起来嘛足久啊呢，记无啊？嘿，阮阿公迄时阵加一码。嘿。哇，有够紧诶。对。啊，各位啊，你若要体验荠麻是会使，你啊藏起来。藏伫中。嘿，藏伫中。好，各位，这淡薄仔重哦。哇，有呢，这有重，就安尼用。哇！哇！这有困难吗？这个跳舞啊？可以的。哎，较早。啊，应该是会使哦。会使，摇起来看卖，摇起来看卖。哦。用土啊。该吐过去。嘿，甲吐落去。较高嘞，嘿。哇，对，为咗轻松嘅，也是我做这，我做这就好。头家这敢有啥物大月小月啊？有啊，阮大月的时阵就是在妈祖生大家妈来的时阵，就算阮的大月啊。哦，阮之前迄个金瓜石啊来阮遮吼，你拢是一箱一箱安尼卷落去的。为什么爱食这遐济啊？因为金瓜石迄边有咧乌金嘛，啊你糖仔物件食了有滋哦。是啊，你食看卖啊无？会当食啊？可以啊，你敢做诶？食看卖咧。家己包的，家己做的，搁较好食。足侪粒的呢，真正毋是香精。满满的土豆啦。头家，咱这道讲有啥物行啊来的话？哦，这有行啊来话就是3位小妈祖、阿妹弟弟做，这就是讲吼来遮挂香的人，拢会使买糖啊，甲幸福甲带转去，搁会使去拜妈祖。食平安，食健康。阿妹弟弟做就是，阿妹弟弟做，一直做。即摆为8万来一直做。哇，有够辛苦的。所以咱这道行啊来的话就是3个小妈做，阿妹弟弟做。这2包就是我拄则买的，到卡手了后，这其实有够幸福的。等下哦，
我姊妹啊足济哦，2包无够，我要继续去补货。